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2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A 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截至收盘，沪指涨0.81%，把昨天跌的差不多又涨回来了。深成指涨1.46%，创业板指数涨2%，两市成交额达到1.72万亿元，比昨天少了780亿。个股方面上涨股票家数超过4600只，跟昨天正好反过来。昨天是460只，4600只下跌的，今天是4600只上涨。人形机器人概念股爆发，怎么说呢？成交量比昨天小一点，算是收回失地，只要在1.5万亿以上还基本算安全。我们看这个消息面，国际大行密集看多中国资产 ，A500指数 ETF 值得关注。说2月19日 ，A500 指数 ETF 交投活跃，截至发稿涨幅0.91%，成交额20亿元。说本周国际大行接连发布看多中国资产的报告。高盛研究部预计，未来10年 AI 的广泛普及有望推动中国股票整体盈利每年提高2.5%，增长前景改善，加之潜在的信心提升，预计将推动中国股票合理价值提高15%到20%，并可能带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投资组合资金流入。摩根大通研究报告称得益于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中国科技股近期涨势应该比去年涨势更具可持续性。预计中国的股票未来10年至15年每年平均回报率为7.8%。现在又是纷纷看多中国股市、中国资产。中国内地投资者周二通过港股通净买入224亿港元的香港股票，继续推动 DeepSeek 引发的科技股涨势。彭博数据显示这是自2021年初以来最大单日净买入。就是今天媒体报道，昨天沪市跌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资金跑到港股炒恒生科技，就相关的股票产生了最大单日净买入。恒生科技指数单日大涨2.5%，有望连续第6周上涨。内地资金大量涌入香港股市，以推动 A 股市场相较港股的溢价幅度缩小至，这使得一项 A 至 H 股溢价指数接近在过去总会触发反弹的底部，引发了香港上市中资股跑赢内地股票的幅度可能缩小的担忧。什么意思？昨天股市跌，有很多资金抄到港股去炒科技股，那港股的科技股昨天涨，也引发了今天股市反弹跟风。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还是要小心。或者说恒生指数要是往下走，恒生指数已经涨了不少了，恒生科技股如果它要回调，那么这个沪市动力又来自哪里呢？刚才说了，关于中国资产价值重估热潮到底有没有这回事，中国资产有没有低估？我们看这个界面新闻，他搞了个视频，大家看视频。今天股市跌了有的朋友肯定就不开心了，那百思不得其解。你分明昨天刚刚开完这个关怀大会是吧？那今天又何至于此呢？说好的中国资产价值重估哪儿去了？那今天呢，先跟大家简短的说一下原因以及我们该如何客观的看待这个整个的价值重估的逻辑。那所谓中国资产的价值重估，那听起来就特别高大上的一个金融词儿，那实际上有一个特别浅显的观测点，那就是看外资是否愿意流入咱们的股市来投资咱们的科技企业。那到底来没来？今天下午咱们外管局呢就公布了一些数据根据咱们外管局的数据，那1月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中，证券投资的差额呢是负的2664亿人民币。那数据显示呢就是在流出的。那客观的说，这对市场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大家别忘了，咱们的 DeepSeek 呢是在春节期间才开始被全球资本认识的。那随后呢，也就是到2月份，外资机构呢才开始接二连三的发布措辞强烈的研报，掀起呢对中国科技资产价值重估的热潮。所以呢，今天外管局发布的1月份的数据，当然就没法提前反映出2月以来的重要变化。那外资到底会不会因为 DeepSeek 横空出世，对咱们的科技资产进行价值重估？那还需要再耐心的等待2月份的数据公布，我们才能看出来。那当然，除此之外，今天马斯克呢也发布了号称最聪明的 AI 大模型，并且他宣布将在数月以后也是开源的。那这个呢就加剧了 AI 领域的竞争。那一切呢都还在变化当中。我想这个都是一家之言，大家要自己学会甄别。经济观察报刊登一篇文章，这个经济观察报大家知道吧？应该是国务院的，是喉舌一类。他说疯涨的
DeepSeek 概念股退潮，谁在制造泡沫，谁在收割韭菜。他说2月18号 A 股放量下跌，三大指数震荡走低，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 0.93%， 深成指跌 1.61%，创业板指数跌 1.98%，A 股市场全天成交额 1.83万亿元。他说盘面上银行股走强，工农中建四大国有行齐创历史新高，前期大热的 DeepSeek 概念以及哪吒概念股大幅回调，梦网科技、日海智能、放微网络、浙大网新等实入股跌停潮或跌超 10%， 光线传媒、北京文化、阿里影业、横店影视等多只股票跌超 6%。 说 DeepSeek 概念集体走弱，万德的 DeepSeek 概念指数下跌 3.43%。 近日多家 DeepSeek 概念股公司发布风险提示，澄清与 DeepSeek 深度求索无业务往来。这个我早就说了啊，很多公司只是买了一个 DeepSeek 的一个接口，也就充值了啊，充5000块，它就是 DeepSeek 概念股，跟 DeepSeek 就建立了业务联系啊。这个叫润建股份表示，该公司未与 DeepSeek 签署服务合作协议，与其未有业务合作，那就是说他连5000块都没充，他也变成 DeepSeek 概念股。已经9连板的梦网科技更是继昨日上演天地板后，今日开盘便遭一字跌停。2月17日，该公司澄清，公司与 DeepSeek 系统的开发、应用等核心技术无关。这个说法没错啊，我跟 DeepSeek 的系统的开发、应用、核心技术也无关呢。且与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无任何业务往来。梦网科技股价近日累计下跌 20%， 也不知道哪些金融消费者在里面追高疯炒。但是从沪深交易所公布的交易信息显示，梦网科技因股价跌幅偏离值达 7% 而登上龙虎榜。根据龙虎榜公布的今日买卖数据，该股全天总买入 1.6 亿元，总卖出 2.82 亿元，总净卖出金额 1.2 亿元，也就是有人套现这么多钱走了。他说其中联署证券重庆江北嘴什么营业部买入4636万，联署证券上海中山西路营业部买入4630万，财通证券绍兴什么营业部席位买入3577万。与此同时，知名游资席位叫国投证券西安朱雀大街营业部卖出 1.01 亿元，金源证券东阳中山路卖出5154元。这公开资料显示，他说梦网科技2007年3月28日上市，该公司主营业务涉及节能大功率电子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它虽然加一个梦网2个字，他妈跟网估计没什么关系。不仅梦网科技，日海智能今日亦遭遇跌停，该股全天换手率 3.38%， 成交额 1.51亿元。根据公开信息，日海智能主营业务为无线通讯模组业务、通讯设备业务、通信工程服务业务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该公司主要产品包括 AI 物联网产品与方案、无线通信模组、基础设备、工程服务。这个跟人工智能能沾上边吗？根据这个润建股份资金流向数据，该股票今日遭遇主力资金净流出924万。他说事实上，春节假期过后， DeepSeek 概念股便开启了一波疯涨，但大部分公司只是蹭上了这一热点，实际 AI 成色并不确定。说市场担心 DeepSeek 概念股前期因市场热捧而涨幅过大，但市场情绪转向理性，资金可能撤离高估值板块。不管怎么说， DeepSeek 概念股就是市场先炒一顿再说啊，先击鼓传花，传到谁手上股声停了，谁倒霉。你要指着这个什么 DeepSeek概念股赚钱，那就做梦去吧。这个 DeepSeek 你不能说它一点用没有， DeepSeek 对整个的经济的刺激还是有的。它体现在哪里？它是主要体现在一种叫竞赛获胜的心理，它并不直接体现在经济上面，也就是说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目前也未来说它能带来经济效益，那是以后的事情，说不定再过1个月就没人提了，这也有可能。什么叫竞赛获胜心理？就是这个 DeepSeek 让大众觉得我们与美的的科技竞争一点都没有输。哪吒2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显示我们票房比赛大获全胜。这个就跟历史上的那个什么2弹1星、女排的什么5连冠等等对社会情绪的激励相似，就可以说叫打鸡血。它跟经济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它激励了这个大家。至于说 DeepSeek 是否能够影响到咱们经济的基本面，甚至是不是会刺激企业或者民营资本敢真金白银的开始投这些科技，这个都是不得而知。
我在今天上午关于 DeepSeek 的节目里面也说过了，这个 DeepSeek 啊，它得益于金融消费者的支持，因为换方量化在胡适割韭菜，是因为他割了很多韭菜，所以他有钱做这个事。他本来本意初衷也是买英伟达的 GPU 显卡，买了上亿的，应该是他的储备是最多。他本来买这个准备研究这个大模型割韭菜的。你想想，每天只有3个小时交易日，完了之后还有周六周日还节假日，那也就意味着他就大量的算力是富裕的，没事干，所以他把这些富裕的算力拿出来，准备搞一个大模型。你看看，无心插柳柳成荫，有心栽花花不成。你看那个360、百度、腾讯都在搞这个人工智能，搞大模型，这叫有心栽花的一个都没成，无心插柳的反而搞成了。我们再看今天媒体报道说，证监会实施 T+0 交易。实际上它不叫实施，它叫恢复 T+0 交易。什么叫 T+0？ 你现在买的现在就能卖的，你有钱就马上可以买，买完马上就可以卖。T+0，T+1就是说你今天买的必须下一个交易日才能卖，你今天买的今天卖不掉。这个也是应散户的要求，很多专家要求哭爹喊娘的，认为这个散户不赚钱，就是因为散户没有办法 T+0，而那些机构基金量化它都能做到 T+0，为什么？因为他们钱多，他们手上本来就是筹码，把昨天的筹码今天卖，就相当于今天买的筹码今天就卖掉了。你今天买的筹码今天又卖，今天卖的是昨天的筹码，所以你表面一看，你看这个机构基金量化他们都是 T+0，小散做不到，小散因为仓位少，散一买就满仓，一卖就是空仓。实际上交易规则都一样，散户为什么感受不到 T+0 这种快乐呢？那因为他仓位少，买就是满仓，卖就是空仓。如果他留半仓，一半的钱一半的仓位，他也能感受到这种 T+0。所以说散户总觉得自己吃亏，说机构 T+0，我们是 T+1，这就是为什么散户赔钱。所以你这个监管机构你必须恢复 T+0。这我觉得恢复 T+0就是给券商的一个利好，一是券商的交易佣金手续费稍微多赚一点，这个成交量就大了。你1万块钱一天操作10次，你交易量就是一买一卖就多少20万，也就是券商赚钱，印花税多赚了。散户那只能说自求多福，本来就是个零和博弈。咱们不要说太多的大道理，这个市场是个零和博弈，这个前提没有变。在零和博弈的情况下，还有人在抽水，不停的往外抽血，大股东减持抽血， IPO 抽血，印花税抽血，券商的手续费抽血。实际上钱没有多嘛，你流进来的钱只有那么多，完了抽的多了，你因为你交易的越多，人家抽头越多，手续费抽的越多，印花税抽的越多，赌资一共只有那么点，赌资没有增加，人家抽头的多了。你想想，社保基金还不能赔，国家队不能赔，那你说谁会赔的更多？那不就是金融消费者赔的会更多吗？这个没有悬念，必然是这样。我认为监管机构就过于把保护中小投资者当做一个政治正确。那中小投资者说不能融券做空，你股市涨不起来就因为大家做空，散户也做不了空，又是机构做空，所以机构赚钱。所以为了让散户赚到钱，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你做空机制给他抑制，融券做空就不允许，结果导致什么呢？导致新股就是爆炒，今年一共就上了10来只新股，都是炒了好几倍，这个很显然就是疯狂。这好几倍谁买单呢？这不还是金融消费者买单吗？ T+0 这个规则按道理它应该是 T+0， 以前也搞过 T+0， 但是我反而觉得一旦恢复 T+0，实际上对金融消费者来说这就只能说镰刀的频率更快了。以前一天只割1刀，现在一天不知道割多少刀了。简单点说，就是散户嫌自己死得慢。我们再看看证券时报报道说，1个半月28家会计事务所被罚。2月14号，据浙江证监局披露，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及25位从业人员被出具警示函。这个天健我跟他打过交道，其中包含19位签字注册会计师，被罚事由跟证监局对该所开展的合规性检查有关。仅在项目职业质量方面，天健会计所的8个项目存在问题，合计达50项之多。而就在前一天，和天健会计所同为内资8大所的立信会计所也因为一年报审计项目被警示，3位注册会计师也难辞其咎被警示。据记者统计，开年以来1个半月内，已有28家会所因年报审计问题被各地证监局处罚，其中不乏安永、华明、大华、中省众环等知名会计所，其中也有6家会计所因未勤勉尽责立案调查，合计罚没达
4973万元。总的来说还是罚的轻了一点，应该是罚到直接关门，让会计师事务所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爱惜自己的名声，不敢配合上市公司做假账。任何一个上市公司做假账跟会计师事务所一定有关系，大家不要怀疑。会计师事务所他不跟你直接出手帮你做，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什么都知道。会计师事务所的职责就应该是找出你会计报表里面的问题，他要用自己的信誉给你背书，就说你这个做得好，做得对，没有任何这个意见，就标准报告嘛，挑不出毛病。结果有很多会计师事务所，他明明挑得出毛病，但是他不挑，这不就是纵容，这不就是配合吗？做假账。你比如说普华永道跟那个恒大，所以我说任何一个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跟审计机构跟会计师事务所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罚他一点都不冤。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胡锡进老师，一来是最近这几天恐怕赚了点钱，多收了3-5斗，又有点找不着北了。再加上这2天这个特朗普似乎向这个普京伸出了温暖的双手，要拉普京一把，所以把头部黄鹅再也不装了，也不藏着了，这不就不掖着了啊，直接跳出来欢呼说俄罗斯熬出来了。最近一天发好几个给俄爹洗地的，给俄爹鼓气的这个微博。但是胡锡进老师确实也焦虑，就是精神分裂。他一方面为俄爹现在局势得到这个缓解，俄爹看到了希望而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同时一方面他也得应对网上很多网友对他的责问，说俄爹这回跟美国搞一块了，本来指着俄爹扛起反美的大旗，对吧？让俄爹在前面替咱们趟路，咱们在俄爹的保护之下，这些黄俄，这些正能量，这些小粉小红，不都是这个逻辑吗？这个论调，俄爹是反美吗？有俄爹在前面反美，为我们遮风挡雨，对吧？我们在后面，你说现在这个他就圆不回来了。这俄爹跟美国尿一个裤子里面去了，穿一条裤子尿到一个湖里去了，不是老胡这个湖，或许就是老胡这个湖，一个湖里去了。你说怎么解释？你还指望俄爹反美？这个还不算，俄爹不反美也就算了，关键现在网友担心这俄爹是不是跟美国一起来围堵大国？特朗普可是说了叫联俄制中，所以胡锡进一方面为俄爹，对吧？现在形势缓解感到欢欣鼓舞，一方面也要解释这个俄爹不可能干出这种事，这不是人干的，这跟美国联手反过来对付大国，这是不可能的。你看胡锡进老师先是写了一个微博，他说俄美达成4点共识后，特朗普如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对乌克兰补了一刀，他指责泽连斯基导致了乌克兰战争的发生。这个时候胡锡进老师还没有掌握，还没有了解特朗普的这种风格。特朗普目前就像个疯狗一样的，冲这个叫2声，冲那个叫2声，不行吓唬这个一下，要么再吓唬那个一下，他是真正的出手，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啥，你不能冲他疯叫，你也跟着后面瞎叫。特朗普今天还跟记者说，这一切战争都是泽连斯基导致的，你泽连斯基3年前就不应该打，整个这是个精神错乱的。这是特朗普现在他的发言，所有的责任，所有的坏事，那都是拜登干的，目前所有的困难都是拜登导致的，这是他的一个特征。现在所有的好的迹象，哪怕是变坏的迹象，那都是特朗普取得的成就，你们要对吧？要服这一点，这是特朗普的这个特色，就是闭着眼瞎吹，反正他也不觉得寒碜，他也不觉得什么丢人，无所谓，你们爱信不信。特朗普还说这普京没舍得下手，所以他只摧毁了乌克兰20%的什么建筑设施。你说说，特朗普这个调子跟黄俄跟加头的调子不是一模一样吗？这加头一天到晚就批评这个普京心善，打仗哪有这么打的？上去先把他水电气给他炸掉，让乌克兰在一片黑暗之中，网也没有，打仗才能这么打，哪能像普京这么打呢？太仁义了。特朗普也是这个调调，特朗普说普京只炸了他20%，要炸他100%很容易。当然特朗普这个说法他就是大嘴，但是胡锡进老师当真了，胡锡进老师叫选择性相信。那特朗普说24小时停火，他不提了，对吧？胡锡进老师以前也为24小时停火也欢欣鼓舞过，也吹过，那现在不提了，这叫选择性相信。胡锡进老师最后说，他说至于大国，很多人都在谈特朗普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目的是集中力量对付大国，他的确有那样的战略意图，但大国政治远不是搬道岔，也就是火车铁轨搬来搬去的，和用开关转换电路这么简单。一些人的担心有道理，但完全掉入那种担心里，就是国际政治菜鸟人云亦云的表现。大国从俄乌战争结束中可以获取利益的空间非常大。说老胡将就此专门另写文章，他另写文章又写了一个，他说这是他的新的文章，说美俄握手必将产生广泛的地缘政治冲击，欧洲现在惊恐不安，那么对大国又将有什么影响呢？中美俄大三角
将有变化，西方所称的中俄联手对抗美国的印象将大为弱化。但另一方面说，一些人担心美俄联手对付大国的局面断不会出现。你看胡锦老师背书了，以他的信誉担保，不可能出现的。俄爹不是那种人，这俄爹干不出那种事。在相当长时间里，俄罗斯同大国的关系将持续好于美俄关系。你看胡锦老师就是这么自信，他一面说这个特朗普帮俄罗斯，骂泽连斯基。这个胡锦老师如果认为特朗普是真的在骂泽连斯基，是要打压乌克兰，拿乌克兰的领土讨这个普京的欢心，那美俄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了？大国跟俄罗斯什么关系？那就是做点生意，买他点气，买他点油，不跟他撕破脸而已。你这美国特朗普是拿乌克兰的土地去讨普京的欢心，这是什么关系啊？他怎么说相当长时间里俄罗斯同大国的关系将持续好于美俄关系呢？俄罗斯人傻是吗？俄罗斯人在你这儿没讨到什么好处，在美国那儿讨到了领土，美国还把他从战争的泥潭里救出来，美国还取消制裁，跟他发展关系，这怎么还美俄关系还弱于俄罗斯同大国的关系呢？就是胡锦老师他这个脑子他真的是想明白了吗？但是后面说的也对啊，他说美俄联手遏制大国的地缘政治主张，说受到怀疑削弱。他说大国与欧洲走近面临新的机会，我觉得这个他说的也是对的。大国和欧洲之间由于美俄这个地缘政治发生影响，发生变化，你看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突然变节，甚至出卖乌克兰，会大为削弱美国在盟友心中的可靠性，盟友们的失落会比美军撤出阿富汗冲击还要大。胡锦老师写的非常长，这叫小脚老太太裹脚布，又臭又长。但是最后说，普京团队不可能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在中俄问题上过河拆桥。你看他又为普京背书，他是因为那样严重违背俄罗斯自己的国家利益，他绝无可能成为一个选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是什么？现在要停止战争，对吧？解除制裁，恢复经济，对吧？要从乌克兰获得土地，保留他的脸面，这些谁能帮他做到啊？这是俄罗斯的，这是普京的利益，谁能帮他做到？是大国吗？是特朗普？目前按媒体宣传的，应该是特朗普才能帮他做到。那这是普京的利益。我们一直说特朗普为什么帮他做这事呢？普京难道还有什么筹码给特朗普吗？特朗普能看上普京什么呢？就是喜欢他是吗？所以说普京能做的事情就是背刺大国，拿大国做投名状跟特朗普交易，这个符合普京的利益。但是胡锦老师打包票说普京不会这么干，普京哪怕对吧跟美国谈崩了也不会出卖大国，对吧？普京哪怕这个仗还打下去，或者是乌克兰土地他不要了，或者制裁他不解除，他都不会跟大国把大国当筹码。这不就是胡锦的意思吗？胡锦老师忘了上个世纪70年代大国可是跟美国联手把苏联给整了，苏联崩溃跟这有关系。俄罗斯人不记仇是吗？普京现在就要恢复苏联了。胡锦老师忘了他俄爹这个报复心极强，报仇都不过夜，只要有机会他就报仇。这一箭之仇普京会不报吗？会忘了吗？即便这个仇他可以不报，可以搁置，那现实的利益呢？特朗普希望他拿出利益来交换，那普京他能不交换吗？所以我可以说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乌克兰失去的越多，大国同样也会失去更多，因为这是对等的。俄罗斯从乌克兰得到的就是美国要从大国得到的，当然这个不一定是物质的，也不一定全是领土，对吧？应该是一种战略博弈，否则他怎么交换呢？所以胡锦老师作为一个退休人员，年纪也不小了，这么冷，在北京大中午不午睡，写了这么一篇又臭又长的文章，赌咒发誓为俄爹担保，对吧？什么美俄联手对付大国的局面断然不会出现。那既然胡锦老师做了这样的担保，是吧？这断然不会出现。那万一俄爹跟美国联手，那胡锦老师怎么办呢？所以说你很难理解这些头部黄俄他们这个亲俄的情节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俄爹反美，咱们跟他好；俄爹跟美国好了，咱们还要跟俄爹好，那这叫什么逻辑？俄爹跟美国好了，咱们跟美国还接着干，这个又是什么逻辑？所以说这些黄俄已经是一言难尽了，必然陷入自己的逻辑怪圈。但是黄俄他也没有逻辑，那陷入怪圈呢是必然的啊，也是应该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